还是我用我的手机听听看？这是在哪个？YouTube。对啊，耳机无声。就是延迟很。对啊，那没要紧啊，就这样吧。啊，我需要可以固定的，要充电充手机。夹子可以固定。哎，你挂电池2颗，啊，那一颗不来。
我即台因菜咧食哦。等下，我等下搁接一个电池，接要食。啊，伊物件袂去摕，等去摕。你有关车哦？是哦，我车露露等去摕。我车露，系啊。啊，因为今日伊身体无好，伊无法度去。这也是他合照啊，哎对，
把饮料要分给谁？啊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自己喝啦。谁不行？自己喝了最大。给你啊，牙膏呢？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协力处理的啊，这是拿了不还。问题，你给人家拿着，你要负责任。啊，责任就是你要付啊，你办啊，谁叫你拿着？谁叫你拿着？就是你我们要对这个吗？色温吗？对。怎么？我这边设4500啊。4000好了。4000好了。啊，我是有9006，那你要怎么买一个骑头车哦？来加一台。多久？对啊，对啊。现在有好点哦，对啊，还有这个今天是晚上，晚上还有事啊，我没睡觉，说10点下班休息。来呀！
我
下午都过了，天就放电。就是63。你也希望呀。来，我来了。
回第16，第60期第16。
好
嘛，小路啊，就幾條你幫我，即 YouTube。熊
欢迎大家来我教育馆参加天台呼应大家生活节，作为固定的引导，希望大家大家快乐开心，谢谢大家。他上次对的，他叫我。
一下好了，看看什么感。这个是比较偏。我这边看一下，还是我来矫正一下，矫正一下。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还要拍台下，所以。还是当我有这个。
我们台一个的囡仔哦，咱是表现的行为，啊是囡仔哦，是讲话要大家会叫哦，因为吼，咱的门市我的行为，过去吼阮在大人，嘛是讲台一个囡仔，但是阮大汉以后，我嘛希望吼，阮的囡仔会当继续传承，所以有一句话是我讲过，就是咱总统大选就讲过哦，就是罕钱物件就多多，只求伊个来源吼。希望大家做伙伫台湾这土地，继续咱台一个，咱继续台语，咱台湾人吼去来继续咱台湾吼，咱吼更较侪人知影台湾这土地的优势。然后最后来说，好朋友，今天给老师一个正式的领导感谢。事情吼，咱也是吼，迄个证书呢，你爱各位好好上课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摆咱是要奖品的吼，甲我说，你今仔日咱学校的课程，大家就是咧报名，你个他讲倒一个吼是迄个倒一个课程较会，迄个
会使传吼，我较详细迄个说明讲内底哦。啊，即马吼，大家都来开始进行讲一个，我变成一些，啊，请第一排所有贵宾来宾，好啊，这个过后有咱的绿化，那个议员，那个议员，真的来宾吼，大家来做位当地来宾的哦。好，大家今天对里面。好啊，两位，哎，什么？你赶紧请因坐落。快点赶紧坐落去。那两个。最难改变的出来。
我
安尼我爱迄个。你即摆这频道是安设定，我即摆敢若无啊，因为就是敢若无啥用，因为一定有杂讯，对啊，有可能是食着别人的。对。你即摆讲我敢听有？你讲啥？你买充电你要免费？我搁有一条线，我带，我搁啊。你路讲倒来啊？定价。你该还要有代志，你该对讲机。哦。无啥代志啊，在当长刷你要中昼安尼。啊，我便当我去送钱，是哦。
有没有印象？这就不会。要还给鲁鲁。不是那个，是还有一个1转2，它收起来，上地上没有。走。这样。这边哦，其实两个，你这边2个人呢？好啊。大家
大汉那么3、4岁啊，你才开始要该用台语的时阵，第一个囡仔一定会反抗，因为这个时阵伊国语已经讲了足好啊嘛，足顺啊。伊对伊来讲，伊唔知影讲啥人爸爸妈妈今仔日向要改一个语言，甲伊讲话。啊，当然这就是看爸母的决心啦，你想要做到什么程度？啊，阮迄当阵就是自讲的，自迄天分享会以后，我甲我阿嬷就是专用台语。甲囡仔伫交流，自迄天开始，就是头拄仔嘛有介绍嘛，公视台语台。自迄天开始，阮兜电视就是惊啦看公视台语台尔。啊，所谓的网络顶悬，可能卡通会互伊看一寡英文的啊、日本话，但是你即马伫迄网络顶悬 YouTube 啊，还是教育部的迄网站顶悬，你会使查到一寡台语的。阮迄当阵就是完全所有电视囡仔，因为囡仔其实倒来厝内底上济嘛3点钟，互伊看1点钟的电视，也是环境
全部拢讲台语啊！啊，你其实你讲囡仔对伊来讲，安尼敢会无聊，就是去鬼出。其实较细汉囡仔，伊迄故事也是迄卡通，互伊伊会听看，对伊来讲，伊袂无聊啊。而且这是一种刺激。搁后一个就是，自刚开始我对伊讲话完全讲台语嘛，啊，过来就是我对伊讲绘本。即几档运气足好的，就是讲嘛有出一寡台语的绘本。啊，就算讲毋是台语的，我先甲绘本跟看好了，家己搁用台语讲互伊听。所以自讲我印象足深的，有一天，查某囝就甲我讲，我就用台语甲伊讲故事。阮查某囝就甲我讲，爸爸你莫用台语讲，好无？我讲袂晓呢，我今会使，就一款强逼的啊。我今会使讲台语，用台语讲故事，无就是用英文讲故事，你要倒一个？啊，知影讲，哦，好啦，你用台语啊，至少你听有较济。啊，当然，这语言的训练本来都是慢慢积起来，慢慢累积起来，伊就慢慢会晓搁较济。毋管是台语也是国语，其实你就是你讲一开始囡仔哦，台语听无，国语听较有。其实咱做侪话，你甲囡仔一直讲。就算讲国语，其实足侪嘛都毋知，是因为你一直讲，伊的生活中，伊会去增加伊的迄词啊、字啊，才有法度理解。啊，当然安尼都是算一寡强迫的，但是嘛有一寡鼓励，因为一开始我会甲伊鼓励讲，哦，这我袂甲伊讲，讲，啊，你若袂晓讲，啊，无就是讲，啊，你这毋知，我就伊可能讲，哦，我想要食我想要吃苹果，我讲，哦，这叫令果，我想要食令果，所以一开始你会看到迄进步。都是伊个台语词的愈来愈侪，毋是干那简单的阿公阿嬷安尼尔。啊，渐渐啊，就是较底一句就讲哦，我巴肚枵，我想要生园区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是爱时间的，这是爱时间的。差不多过偌久了，伊开嘴讲一句台语的话啊。我印象，我规个分享，我有3个时间点，我感觉足重要。第一个就是，迄当阵我开始转台语，甲伊讲，甲伊有法度。迄个是迄当阵拄好拄着疫情，啊，阮地厝内底过几工。所以24点钟会才出了，囡仔会拖。当然，我是讲会使24点钟上好，但是你做袂到，无我顶一年，若是我顶一年无伫遐，伊直讲，其实嘛做袂，伊是嘛无法度。我印象足深，有一载我迄载，因为迄当阵大家拢伫厝内底嘛，啊，work from home，啊，我伫厝内，我迄工过了，我想起来，伊规载啊到啊。算佚佗物啊，算游戏，也是讨论代志、讲代志，伊全部拢用台语啊。就是迄工，我印象足深，讲我确定讲，伊免讲，我去甲伊讲，哦，你安那讲，你安那讲，伊的需求，伊想要耍啥，伊想要讲啥，啊，游戏的规则，家己囡仔会家己去想嘛，都是伊全部拢是用台语啊。我应该，但是安尼，你讲哦，3岁囡仔较细汉较紧，无呢，因为我感觉，毋管倒一种语言，你都是爱一开始爱伊的路程。新的词、新的用，差不多分享会甲迄当阵伊有法度讲，嘛差不多要1年啊。哦，其实是足有耐心的呢。我感觉有一个重点讲起来，就是讲，咱无要强迫囡仔讲，要伊一定爱开嘴讲。毋过咱大人就转换一个频道，直直讲台语，互伊有一个足好的 input 入去伊的耳仔内底。啊，毋过咧。囡仔一开始伊的反抗是足正常的，因为伊会感觉讲，爸爸本来对我拢是讲华语是安怎，伊即马要讲一个我毋捌听过，囡仔会有即种惊吓的心情是足正常的。咱爱用温柔，搁有足正面的态度去对伊，莫甲嫌讲啊，你袂晓讲啊，你哪会听无？哈，食饭你嘛听无？安尼的心情就会互囡仔感觉讲，对即个语言搁较反抗。所以因就算讲因24点钟内底，干那爸母甲囡仔做伙的时间干那3点钟，啊，毋过伊用足有品质的陪伴囡仔，伊陪囡仔看册，好礼啊，陪囡仔，甲囡仔洗身躯的时阵，甲伊讲啊，咱来去洗身躯，用即种的方式，啊，对囡仔来讲，伊对即个语言，伊慢慢就会接触。伊对因来讲，1年的时间，我相信要伫1年的时间内底学到一个新的语言，而且佫会当开喙讲伊的想法，这是一个。足无简单呢，啊，毋过伫咱的台语家庭内底，这是足细上、足事上会当看到的代志。好啊，接来我想要请教你哦，就是讲，你敢有互你的囡仔参加共学团？就是讲，为虾米迄当阵除了对囡仔讲以外，你搁找共学团互伊参加？对，其实毋管是台语囡仔、英文囡仔，都是咱囡仔。伊咧大汉时阵，你慢慢啊，读幼稚园进前拢是夹着父母身躯边啊，所以对伊来讲，伊甲伊讲啥，伊就学啥，这真正常。所以
当阮查某囝伊开始会晓用台语，阮就开始惯习用台语过生活的时阵，请用的时阵，真紧伊读幼稚园的时阵，你会拄着另外一个问题，因为囡仔开始大汉，伊开始嘛有能力，嘛有迄需求去交朋友。但是伊伫学校伫交朋友的时阵，大家嘛知影讲，即马幼稚园当中差不多是99%拢是全华语伫教，所以囡仔伊会慢慢啊发现讲，我台语就厝内底甲爸爸妈妈讲尔，甲阿公阿嬷讲尔，我出去外口无人要甲我讲，甚至你讲，即马有当时有人讲，从尾外口菜市啊，阿公迄菜市啊头家拢会甲囡仔拢会晓讲台语。无，遮个头家看到，就是咱头仔伊咧讲的，咱遮看到囡仔就是直接转华语啊。因为即马阿公阿嬷拢是战后以后才出生，伊拢会晓讲华语，所以伊袂讲较咱即end的阿公阿嬷拢，我看到囡仔嘛继续讲台语。所以囡仔有交朋友的需求，伊嘛有伊学国语，伊会感觉讲学国语较好耍，学国语会使交朋友开讲，学国语较有趣味。所以变做讲，足侪囡仔，足侪台语囡仔，甚至咱即下嘛共款。我会记你印象我足深的，就是我较早细汉时阵，还袂读国校啦，因为还袂读国校进前，阿嬷有讲过讲，我囡仔拢袂晓讲国语要安怎？你看我要读国校进前，阿嬷讲囡仔国语讲无好要安怎？但是我有印象足深，就是我3年的时阵，阿嬷甲我讲，安那读一个国校变外省囡仔。当然，即马即句话即马是政治无正确对，但是你会知影讲，迄个环境对囡仔的影响，所以后来我其实台语对我来讲，慢慢就无法失去迄个能力。我想要插一句话，问现场的大家一个，大家敢有转去到厝的对爸母讲台语的时阵，哄笑讲，你若亲像外省囡仔的即种人，敢有我家己举手，我就拄过即种的，伊甲我笑讲，你讲话有一个腔，我也无法落去啊，讲你哪会讲话有一个腔？袂输甲咱外省仔囝，你听到迄句话感觉是啥物？我家己的感觉是讲，我就是已经想要对你讲台语啊，已经足无简单啊，搁你搁对我安尼讲，我的感觉会感觉足歹势，搁淡薄仔，就感觉足无面子的感觉，我就会感觉规气我莫讲啊，对无？会有即种心情，所以咱嘛爱鼓励现主时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，你。对囡仔讲台语的时阵，就算讲，也是对你的朋友讲台语的时阵，咱莫凊彩甲人笑讲，你的台语讲甲足烂、足好笑的。你若希望一个人要做一项代志的时阵，咱爱用鼓励，莫用乞笑的。这个动机影响到伊的心情，甲伊的自信心。好，歹势，继续。袂，所以对囡仔伊无迄个需求，伊其实伊嘛知影讲，伊伫学校学晓国语以后。伊转来，伊嘛知影爸爸妈妈会晓讲国语，伊会感觉讲，我甲你讲国语较轻松。我嘛，因为我伫学校你讲8点钟，我一直练习国语，一直练习。我国语讲比台语更较好，这真正常，不管是啥物语言拢共款。所以伊也讲，我讲国语你听有，就算讲你用华语，你用台语甲我应，我听有，但是我用国语甲你应。所以变讲你较早教的迄个，你足无简单，咱即个拼死拼活甲请用一个台语囡仔以后。结果伊开始会惯势，同款的我分享阮共学团的2个家庭，因甲我分享的经验。因一开始嘛有带囡仔来，无就是，因这2个家庭嘛，就因比我讲厉害，伊囡仔出生就是用台语去请用啊，所以囡仔第一的语言是台语无毋对。但是所以参加共学团以后，因为感觉算几届安尼都会使啊，反正囡仔都高，所以后来可能厝内底较无用，就渐渐无咧参加。但是变做讲，囡仔读幼稚园以后，因转来就甲我讲，囡仔转来就无爱讲台语啊。就算讲你用台语甲应，伊嘛知影，伊听有，反正伊听有，伊就用台语甲你应，用国语甲你应，因为伊知你听有。变做讲2个语言伫厝内底咧使用，但是囡仔台语就一直咧退步啊。是安怎？因为囡仔伊无迄个需求啊，无迄个，无人去甲人讲，甲你鼓励讲你爱甲台语学啊，好来继续用台语。对囡仔来讲，伊无啥物学啊，好，伊就是倒一个好用会使用，好耍伊就会去用。同款的故事嘛是，应该毋知大家可能即马应该大家有识一寡讲细汉时阵移民去美国啊、澳洲啊，无就是即马网络顶有一寡故事。迄囡仔去可能就算讲读到国校毕业，但是伊去美国迄英文的环境。毋管你国校，你看国校6年毕业，咱想讲国语应该足好啊，应该足惯势啊。袂，伊国校伊若是国中、高中、大学拢伫美国生活全英文，其实伊转来渐渐就袂讲。
这是真正常。啊，同款台语伫台湾即摆嘛拄着同款问题，所以阮迄当阵阮上重要就是讲，我嘛发现讲，阮查某囝后伊伫厝内底会讲，即种有就感觉就袂歹，伊佫转来佫会继续讲，就算讲因读幼稚园，但是我发现讲，伊伫外口伊袂甲外口的人，无熟识千户人讲台语，就算讲是囡仔，伊嘛袂介意讲台语，因为第一个对伊来讲，别个囡仔拢袂晓台语。这就是伊的生活经验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伊袂惯势甲别个外口的千户人讲台语，所以变做讲台语，变做纠正啦，变厝内底伫生活。常常伊就讲，安尼我就讲国语就好啊。我嘛想要问现场的大人一个，吼，现场的囡仔咧，现场的大人，你去外口买物件的时阵，你伫啥物款的环境，你会想要对迄个人对讲台语？你大概心内想看卖啊？比如讲，你去菜市仔的时阵，你会想要讲啥物？你去 Starbucks、去 Seven 的时阵，你去邮局领包裹的时阵，你去病院去挂号、去互医生看的时阵，你会想要对迄个人讲啥物语言？我感觉咱会当观察一下，讲你心肝内你的思考是啥物？对囡仔来讲咧，伊就算讲伊会晓台语，毋过伊去公园仔的时阵，伊耳孔听到的其实大部分拢是华语为主。伊要伫厝流笼顶管要甲人讲，借过我要厝啊，还是讲好啊，袂换我啊？伊讲出来的时阵，对方的反应嘛会互囡仔心肝内有一个感受，讲我伫公园仔内底，我要讲啥物款的语言？这个代志是逐工拢在发生的，所以我感觉对囡仔来讲，尤其是要保留互一个台语囡仔，伊愿意继续讲台语，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甲伊起一个环境，去做一个环境。去做一个，互伊会当安心讲台语的环境，就亲像咱今仔日现主席大家来到遮，即个台语岛，互囡仔感觉讲，伫遮我四界会使听到台语，就算讲对方可能袂晓听台语，毋过我嘛会使试咧讲，再来去看伊的反应。所以我就想要问讲，请问你是安怎有互囡仔参加共学团了，要家己佫舞一个？听讲，你有伫中山，因为你住咧台北市的中山区嘛？对，阮即摆甲一堆志同道合的朋友啊，有共款想法的朋友舞这个中山剧校团，甲即摆已经2年外。对，阮即摆差不多有要20组的家庭，囡仔算嘛，差不多要30个啊。对，算大概30个台语囡仔伫遐呢，敢是内底大部分的囡仔，敢拢是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？阮即摆是讲，因为这就是讲你共学团的目标，也是迄限制不地带。你有一寡，我知影有一寡共学团讲，囡仔已经就会晓讲台语啊，入来交台语朋友。但是阮即摆我伫想的是讲，我会使有我伫我的能力范围内底，但是迄个父母有心，我想要甲伊扣起来。所以阮即摆是无要求讲囡仔已经会晓台语就练转啊，但是讲至少你父母会想要。开始教囡仔讲台语的拢会欢迎，厝内底会使改做用台语去教囡仔讲。阮有两种家庭啊，一组是中班才开始教囡仔讲台语的。你想讲，中班已经搁较大汉，比3岁搁较大汉啦，一定学校是伊用要24点钟拢是咧讲台语。我搁一个是大班才开始。哇，这真无简单呢。对，这真无简单。你想讲大班有一寡幼稚园，毋是干那互囡仔去耍。佫开始教英文啥，都是变做伊的头脑的路程足侪物件，所以伊会使分互台语的时间足少。但是这两组家庭，伊嘛是努力过来拍拼1年以后，我有一摆听到阮出去耍嘛，听到伊的查某囝伫遐喊别个囡仔的名，讲你等我，你做伙耍。我讲，我听到我其实我嘛足感动的，我嘛相信讲。迄因爸爸妈妈感觉足感动，因感觉因过了1年了后，囡仔迄个成果是看会到的。而且我头仔讲，我第一感动的就是囡仔开始我讲台语讲几工。第二个感动就是阮共学团成立以后，差不多第4届、第5届见面，阮遐囡仔，因为之前囡仔无熟识嘛，因拢会歹势，夹到父母身躯边仔尔，无就是算家己的。但是迄届我印象足深的，阮就是一个迄公务的迄内底游戏区内底有迄球窟啊安尼，互囡仔耍。迄届阮3、4个父母就伫安尼看，咱敢若做事哦，甲动物隔离，然后因家己安尼学袂走。结果因就开始喊对方的名，开始讲念伊要安那耍。因感觉应该足感动，就是知影讲共学团是有伊的效果的。囡仔是会安尼交到家己的朋友嘛，愿意
开嘴甲无熟悉的人讲台语。啊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唔知影大家对共学团这三个字有啥物款的想象？有的是讲，请一个老师来上课，还是讲，请家长轮流来讲故事？唔知影恁的共学团是咧做啥物款的代志咧？阮的共学团较单纯，就是阮成立，伫成立共学团之前，阮有伫想讲，甲即个朋友咧讨论讲，咱到底要安怎做？有时我共学团，我知影讲，因逐礼拜拢有安排一寡主题啊，无是讲一定会带囡仔去创啥。但是，阮的成立共学团有一个重要，因为大家拢是爸母拢伫上班啊，真诶无遐济时间去准备食，所以阮迄当阵就是讲，咱较简单呢，因为对遮个细汉囡仔、小班的囡仔、幼稚园囡仔，阮重点是伊去交着因的朋友、台语朋友，所以对阮来讲，活动较简单的，爸母较会负担较会较轻，才会较多讲，无我逐礼拜讲，你爱讲故事，你爱佚佗。迄其实真忝，所以阮即摆的方式就是，阮简单，阮就是逐礼拜下晡带囡仔伫中山区找一个公园，互因去耍2点钟，就简单，耍了就结束。但是后礼拜佫开始，逐礼拜，其实差不多新参加的朋友也是阮一开始，差不多阮的经验嘛。当然囡仔的个性嘛无共款，差不多来4届以后，伊就知影讲，囡仔对伊来讲，伊就知影讲，才有一阵。我有一个认同，就是我只有一群讲台语的朋友，讲台语的团，所以阮后来有当时都会听到阮查某囝就是别个朋友讲，即礼拜要去找台语朋友无？因为主动去问，因为对囡仔来讲习惯是最重要，就是因为习惯讲今仔礼拜啊，会晓去找台语朋友啊。所以对囡仔来讲咧，佢大人甲囡仔拢是共款。柯老师因的方法是伫厝的附近找一个共学团，有的人是专工塞车到1点外钟的所在去找台语朋友，迄嘛是足辛苦的，嘛足认真的爸母。毋过咧，若是平常时爱上班，也是足无用的爸母的，对因来讲咧，其实找一个就近，比如讲伫附近的公园啊，出门半点钟就会使到的公园啊，固定互囡仔有一个会使做伙自由耍的环境，无一定爱特别互因创啥，就是互囡仔做伙，互一群台语囡仔做伙，互因互相去熟悉。爸母之间大人用台语讲话，囡仔听入去的是台语，内底囡仔讲话嘛是用台语，伊慢慢就会变做一个壳啊，互囡仔感觉讲，我来遮，我有一群台语朋友会使耍，伫安尼的环境内底，我会使足自在使用台语。重点是一个嘛是互爸母有一个互相休喘的时间，因为爸母呢，即摆囡仔大家可能敢若一2个囡仔，其实伫厝的内底，囡仔可能会足无聊的，直直画要爸爸妈妈陪因耍，也是2个会玩家。毋过若是做伙去外口公园啊，有其他的朋友的时阵，因就较自然、较自在、较放较灵。大人嘛会使趁机会小休困、休喘一下。这对爸母来讲是一个足好的休困的机会，大家嘛会使互相交流一下啊。比如讲，最近啊，囡仔伫较高起性地啊，还是讲最近囡仔伫学校有拄着啥物款的代志，还是讲爸母真正伫学校拄着讲，老师讲囡仔拢听无华语，恁爱来对我，恁转去厝的是毋是嘛爱讲华语即种的建议？应该我家己本身嘛有听过安尼的建议。毋过咧，若是有一个团体，大家会使互相讨论，讲会使安怎来应对安尼的问题。对家长来讲，继续做台语家庭这件代志，会变到袂遐尔困难。好，刷落来，敢有要补充的？对，头拄阿勇讲到，就是毋是对囡仔就有好，另外就是对爸母共款，因为咱即摆大人面皮较薄，你讲外口到底有啥物机会会使互你安尼2、3点钟的时间内底，一直用台语，你想要讲啥，想要讨论啥，嘛会学一寡新词，学知影讲这句的台语要安怎讲，啥物主题，啥物名词，安尼去学。对啊，咱即摆就头讲，你去 Starbucks， 你去菜市啊，你去踅街，你去百货公司，你袂去讲啊，因为大家拢会惊讲，我讲了无好，就是讲对方甲听有安尼。亲像我家己的调过意伫一寡。Starbucks 内底就会调过伊，试看卖用台语讲，也是讲咧，若是有机会去大饭店的时阵，我就调过伊来对迄个 check in 的人讲，我是几号房还是啥物的，我调过伊伫遮的环境内底去使用台语，我不一定爱全台语，毋过我互上少我互即个环境的人知影讲，台湾即个世界顶悬，阁有人咧讲台语哦，毋是干那伫菜市仔内底哦，毋是干那对是大人哦，嘛有少年人咧讲台语哦。这种的刺激，我感觉对这个社会是真好的刺激。
啊，唔知影你对其他的台语家庭，尤其是我知影，有足侪，因为我有咧偷看面咱迄个 Facebook 看囡仔的手来听囡仔，不是看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，即个评测专业。逐工拢上无拢有一两个家长会来问讲，请问什么所在敢有共学团？阮会使参加什么款的活动？所以其实有足侪家长因身躯边无一定有安尼的共学团的环境，还是对因来讲足远的。啊，对因来讲要家己去做一个共学团，其实无可能遐简单。吼，毋知影你有互其他会使互其他家庭一寡建议无？其实我真正，我安尼拍安尼经营2年外来，我感觉讲，若是恁兜讲实在有一寡家庭有法度使半点钟、1点钟走去三峡啊，走去桃园啊，我足佩服。但是其实你若是迄共学团久长，我感觉是迄成本，不管是时间的成本。钱的成本拢上低上好，所以变做讲，真诶，恁兜隔壁都是，了中山区，你公园行10分钟就到，安尼对恁上好。所以我会建议讲，若是你有法度接受讲，逐礼拜，因为对囡仔来讲，伊要熟悉新的朋友，一定爱几啊届的时，几啊届，佮爱见面几啊届才有法度熟悉。你无可能讲，我初一15，毋是初一15嘛，就接。伊说1个月见面一届，佮3个月见面一届，囡仔无法度交到伊的朋友，伊一定是爱足接的，尤其对幼稚园这个阶段的囡仔来讲。所以变做我嘛是，你即摆问我嘛是会鼓励讲，若是父母有心，你感觉讲囡仔已经拄着我头仔讲的问题啊，伊外口讲，学了讲伊讲，讲，真诶是我是会建议讲，都去找你会使接受的旧里的迄共学团去参加，互囡仔常常有迄个环境去刺激。若是真诶无，我嘛会鼓励讲，大家去成立家己附近的共学在地共学团。恁兜隔壁，因为台北市嘛足侪公园的社区的公园，咱一开始嘛免讲想讲走去足大的公园耍，因为重点都是囡仔交朋友。迄较简单的公园嘛，较袂去互迄华语的囡仔交了着。所以变做讲，咱简单即摆网络嘛足方便的。阮当初嘛是拢在网络顶悬。咱的群众顶悬去找着新的朋友，讲阮中山区有一个有兴趣来参加，就联络。当然啦，你共学团成立是一个困难，共学团开始经营、开始走的时阵，要安怎顾，嘛是另外一个困难，因为共学团都是人嘛，人就主要各种问题。另外，佫一个是台北的天气真的足无稳定啊。恁想看觅，咱连续这3礼拜拢伫落雨，安尼变做拄着礼拜，安尼到底要招出来无？安尼。但是你也是讲距离较近，有当时阮之前有发现过讲，礼拜早是落雨，但是下晡3点雨停啊。我讲雨停啊，大家要带囡仔出来无？因为你住甲附近较近，你会较愿意出来。对，你袂讲我驶1点钟去另外一个所在，我去跋讲伊遐到底天气好啊歹安尼。我刚刚有觉得，头拄讲的就是讲，伊在网络顶悬找伴，有的一个方法嘛是就是淡薄亲像甲你的。台语的 WiFi 拍开，毋知影大家敢知影有即个感觉无？就是讲你若伫外口，因为平常时咱伫厝诶讲台语嘛，去外口你若对人讲台语的时阵，有个人会对，你对台语，你咧讲台语哦，即个时阵你就会使鼓励着伊，反正你的厝边互你鼓励，甲你安尼，你来安尼喵喵喵，有一工伊嘛想讲，好，无我嘛来对囡仔讲台语好啊，即个时阵你就捡着一个伴。就是我会想要鼓励大家讲，你伫你的生活当中尽量使用台语，安尼反正你会替你家己找着伴。伫网络内底，你嘛会当去找着住咧附近的朋友、家长。佫有一个就是讲，教育理念，其实这嘛是最重要的。大家有共同的理念，即个共学团较行会久。敢有啥物其他要补充的？即2当了，毋管是阮查某囝啦，还是讲阮共学团其他的囡仔，阮其实我感觉对我来讲，我伫我年龄范围内底，我会使捡偌济台语囡仔就捡起来。而且这个效果是足明显的啊，有种中班我头讲，中班才开始，大班才开始。当然讲这个过程会困难无，毋管是父母专甲囡仔讲台语，还是讲参加教，啥物代志拢会困难。但是你爱想讲，就头拄主持人讲的，阿勇讲的。咱开1年的时间，互囡仔迄台语能力练起来。你爱想讲，咱后来咱较早咱这代，就算讲为国校开始，咱开偌济时间，
偌济钱去补习英文、学英文。国校、高中、高中，一直到大学，咱开遐济时间，即摆大家英文能力是到什么程度？大家拢嘛知影。但是两个比较起来，我对我的囡仔其实讲这一年这一年当我开时间，但是你讲甲后来以后伫英文的面顶开的时间比起来，真的是无算啥。而且迄一年时间拢无开啥物钱，无开啥物时间，囡仔的台语就是少练转啊。我即摆会使挂保证，像阮即仔团内底囡仔伫台语能力，可能甲人较阮即样迄当阵。反正比大人更较好哦。对啊，因为因即摆台语的资源更较济。头头讲的公司台语台、台语的红仔册、台语的卡通拢足济。还有台语的 podcast。对，所以囡仔伊咧学的，伊可能你有一寡台家长会讲，我台语家己无教好，我唔敢教。其实袂，因为你去教的时阵，囡仔就是学起来，你算，互囡仔一个锁匙，伊有一个基础的能力了，伊也该看电视，也是去看表演，其实伊会使迄个吸收啊。所以我感觉我会鼓励讲，大家会使做伙去做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我会建议啊，就是毋管是台语生活，还是强学团啊，就是咱毋是。有希望才去坚持，咱是有坚持了才有希望。不管是台语这条路，还是讲教学团，对。哇，非常感谢 Klaus 今仔日的分享。好，今仔日咱的分享会就先到这，这个抗战敢有人有问题？好，若无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若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拢欢迎到牵囡仔的手来行。台语的路，歹势吼，先交淡薄仔，大家拍解。欢迎大家敲找咱的评测专业，拢会使私讯咱的小编，会当甲你介绍一寡咱的台语资源。伫台北、新北市、桃园、阁有新竹、高雄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，拢有足侪台语的强学团，欢迎大家就近来参加哦。好，多谢大家，咱后回再相会哦。天崩也要烫，海水会芳。